位於呂宋附近嘅低壓區增強為熱帶低氣壓，天文台考慮星期三晚至星期四初時發出1號戒備信號。個熱帶氣旋會橫過呂宋一帶，並進入香港800公里範圍，預料大致移向廣東沿岸，並且逐漸增強。受到東北季候風影響，路徑同強度都存在變數。不過環流比較細，要較為接近嗰陣先至會有顯著影響。天文台會視乎熱帶氣旋嘅強度同本港嘅距離以及風力變化等，評估係咪要喺星期五改發更高信號。星期五嘅天氣會漸轉唔穩定，週末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天文台話，位於呂宋嘅熱帶氣旋今日稍後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今晚會發出1號戒備信號。天文台話，嗰個熱帶氣旋未來1、2日橫過南海東北部，移向廣東東部並逐漸增強。由於熱帶氣旋嘅環流較為細小，所以要喺較為接近香港嗰陣先至會帶嚟顯著影響。天文台將會視乎嗰個熱帶氣旋嘅強度、強風區同本港距離等嘅因素，評估係咪需要喺星期四稍後至星期五改發更高嘅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天文台又話，預料另一個熱帶氣旋今明2日會喺菲律賓以東嘅西北太平洋形成，並喺下個星期初進入南海北部。而天文台嘅9日天氣預報話，下個星期三會有狂風、驟雨同雷暴，離岸同埋高地嘅風力會達到8級。1號戒備信號生效，天文台話至少維持到星期四中午。嗰個熱帶氣旋到星期四朝早都會同香港保持超過400公里距離，預料未來1、2日橫過南海東北部並且逐漸增強。星期五會靠近廣東東部沿岸，受東北季候風影響，隨後將會轉向偏西方向移動，靠近珠江口一帶，不過環流較細。天文台會視乎強度同香港距離同埋本地風力變化，評估係咪需要喺星期四稍後至星期五改發更高信號。預料星期五稍後驟雨增多，風勢增強，週末有狂風驟雨同雷暴。而另一個熱帶氣旋預料即將形成，下星期初會進入南海北部。1號戒備信號會喺今日維持，將會評估係咪需要喺聽日改發更高警告信號。位於南海東北部嘅熱帶低氣壓集結喺香港東南偏東大約53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大致移向廣東東部沿岸。過去幾個鐘，嗰個熱帶氣旋穩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動，橫過南海東北部。預測今明2日逐漸增強，靠近廣東東部沿岸。天文台會視乎情況，評估係咪需要喺聽日改發更高警告信號。返嚟新聞時間，南海熱帶低氣壓增強為熱帶風暴，命名為米娜。天文台話1號戒備信號至少維持到星期五朝早9點。天文台又預測喺菲律賓嘅另一個熱帶氣旋嚟緊幾日會顯著增強，下個星期三本港離岸同高地嘅風勢會達到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嘅級別。徐永熙報導。米娜逐漸增強，市民已經感受到打風前嘅天氣變化。天文台一度發出陣風、冰雹同埋大雨提示，預計米娜星期四大部分時間距離本港保持300公里或者以上，1號戒備信號會維持。當米娜逐漸靠近廣東東部沿岸，到時會受東北季候風影響，轉向偏西移近珠江口一帶。但係天文台話，若果米娜較早喺海上面轉向，將會相當接近本港，並吹東南風，較少地形屏蔽之下，風勢會較大。佢嘅登陸位置咧同埋強度咧就會存在變數。天文台咧就會視乎米娜嘅強度啦，佢持續強風區同本港嘅距離，同埋本地嘅風力變化咧，評估咧是否需要咧喺聽日嘅日間咧改發更高嘅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星期六咧間中有狂風驟雨同埋雷暴，雨勢有時咧仲會係頗大。咁海有湧浪啦，大家咧就要注意咧遠離岸邊同埋停止所有嘅水上活動啦。米娜仲未到，另一個低壓區已經集結喺菲律賓以東，並將形成熱帶氣旋同埋顯著增強。下星期初進入南海北部，華南沿岸下星期中期天氣顯著轉差。
按現時預測，本港離岸同埋高地到時會吹9級烈風，即係達8號烈風及強風信號級別，會有狂風大驟雨同埋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及湧浪。有線新聞徐永熙報導。大家好，我係周海欣。1號戒備信號生效，天文台話熱帶風暴米娜會逐漸增強同靠近，會喺朝早9點至11點之間改發3號強風信號。幼稚園、肢體傷殘兒童學校同智障兒童學校今日停課。天文台預告可能達到超強颱風級嘅華加莎或者下個星期中襲港。隨住熱帶風暴米娜逐漸靠近，本港夜晚黑開始大風，間中有雨。天文台預料米娜會逐漸增強，並且喺星期五稍後至星期六初時登陸廣東東部沿岸，同時將受東北季候風影響而逐漸轉向偏西方向移動，靠近珠江口一帶。佢嘅登陸位置同埋強度存在變數。天文台咧屆時會視乎米娜嘅強度變化啦，佢嘅烈風區同埋本港嘅距離啦，以及本地嘅風力變化咧，評估是否需要改發更高嘅熱帶氣旋警告信號㗎。咁米娜嘅外圍雨帶咧，正係影響緊廣東沿岸啦。我哋預料聽日驟雨咧會逐漸增多，而星期六咧間中會有狂風驟雨同埋雷暴，雨勢咧有時頗大，海有湧浪啊！市民仲要留意喺菲律賓以東嘅西北太平洋，另一個熱帶風暴已經形成，命名華加莎。未來幾日會顯著增強，下星期二進入南海東北部，靠近華南沿岸。呢個風暴嘅一個特色咧，就係佢會繞過呂宋島，然之後進入南中國海。咁即係換句話講，喺個過程當中，佢唔會受到呂宋嘅地形嘅影響而減弱。咁所以咧係會有機會去增強成為一個超強颱風啦。最接近香港嘅成個距離咧，都應該係比17年嘅天鴿同埋18年嘅山竹係更為遠啲嘅。咁嘅情況底下咧，咁可能佢造成嘅破壞咧，就未必及得上山竹同埋天鴿。天文台預料下星期三本港風力有機會達到9級，即係平均風速達到76至87公里，會有狂風大驟雨、雷暴同埋風暴潮。無線電視記者黎在珊報導。大家好，歡迎收睇有線新聞，我係溫子和。3號強風信號生效，會喺日間大部分時間維持。天文台將會評估係咪需要今晚改發更高信號。強烈熱帶風暴米娜集結喺香港以東大約16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移向廣東東部沿岸。喺過去幾個鐘，米娜繼續穩定橫過南海北部，靠近廣東東部沿岸。本港風勢將會逐漸增強，預測米娜黃昏前後登陸廣東東部沿岸，同時亦都受東北季候風影響而轉向偏西方向移動。移近珠江口一帶，但逐漸減弱，喺本港以北100公里左右掠過。大家好，歡迎收睇呢節新聞。3號強風信號生效，預料今日日間大部分時間維持。天文台表示，強烈熱帶風暴米娜將會喺黃昏前後登陸廣東東部沿岸，會評估係咪需要喺今晚改發更高嘅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由湯偉源報導。兩個風暴先後逼近本港，率先靠近嘅強烈熱帶風暴米娜為本港帶嚟陣陣強風。喺尖沙咀碼頭，有人風雨不改嚟釣魚。晏啲驚唔驚？即係天氣會轉差，會影響你喺度釣魚啊？唔驚咩？我哋玩啫嘛。現在還可以哦。現在我覺得這個風蠻涼爽的吹的，感覺應該颱風還沒登陸。根據天氣的情況嘛，如果說天氣真的是颱風很大，那肯定就是要在室內嘛。過往係水浸黑點嘅鯉魚門3家村，有唔少船隻停泊喺岸邊，水位未見上漲，不過風勢已經顯著增強。一海之隔嘅北角，有人無懼天氣變化，繼續劃艇。天文台預計米娜會喺今日黃昏前後登陸廣東東部沿岸，同時受東北季候風影響，轉向偏西方向移動，移近珠江口一帶，但係逐漸減弱。喺本港以北100公里左右掠過。至於另一個有機會逼近香港嘅熱帶氣旋華加莎，天文台預料會喺未來幾日顯著增強，可能達到超強颱風強度。
預料喺下星期初進入南海北部，隨後靠近華南沿岸。Now TV 記者湯偉源報道。3號強風信號生效，米娜下晝喺汕尾附近登陸，減弱為熱帶風暴。天文台話3號信號至少維持到聽朝9點。受到東北季候風影響，米娜登陸之後將會轉向偏西移動，靠近珠江口一帶。今晚至聽朝喺本港以北100公里左右掠過。天文台話，除非米娜採取更接近本港嘅路徑同埋維持較高強度，否則改發更高信號嘅機會係較低。天文台又提醒要注意，而家集結喺菲律賓以東西北太平洋嘅熱帶風暴華加莎有機會增強為超強颱風，下個星期中靠近華南沿岸。天文台亦都再修訂9天天氣預報，預測下星期3離岸高地吹10級暴風，相當於係8號、9號信號嘅風力。先講下正吹襲華南嘅米娜對香港嘅影響。米娜移近珠江口一帶，為本港帶嚟強風，大部分地區嘅氣溫都較星期4低。天文台朝早9點20分改發3號強風信號。米娜下晝喺汕尾附近登陸，雲團集中喺香港嘅東北面。由雷達影像就睇到，雨帶主要影響新界東北，而新界其他地區同埋九龍，直至啱啱有幾毫米雨量。預料米娜夜晚去到星期六朝早移近珠江口一帶，並逐漸減弱，喺本港以北100公里左右掠過。天文台話，除非米娜採取更接近本港嘅路徑，同埋維持較高強度，否則改發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機會較低。米娜嘅外圍雨帶正為珠江口一帶帶嚟狂風驟雨。市民要留意天氣嘅變化。喺天氣方面，會係吹強風程度嘅西北風，聽日漸轉吹偏南風，風勢逐漸減弱。由衛星雲圖見到，米娜嘅環流相對細，亦都有別於今年早前吹襲香港嘅熱帶氣旋。米娜喺東面登陸，一般熱帶氣旋東登，本港會吹偏北或者偏西北風，受內陸嘅地形阻隔，香港風力相對較弱。如果熱帶氣旋西登，香港一般就會吹東或者東南風，啲風由南海吹嚟，冇地勢嘅屏障，強風會正面吹襲香港，加上風力更加會將海水推向岸邊，形成風暴潮。天文台預料星期六同埋星期日間中有狂風驟雨同埋雷暴，隨住米娜減弱同埋遠離，驟雨去到下個禮拜初逐漸減少。無線電視記者林俊軒報道。而喺菲律賓呂宋以東嘅華加莎預料會增強為超強颱風，下個星期中期靠近廣東沿岸。天文台話，本港天氣會轉壞，風暴潮可能係相當顯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米娜登陸之後，仍然喺西北太平洋嘅華加莎，亦都有機會吹向華南。天文台話，華加莎未來2-3日移向呂宋海峽一帶，並且顯著增強。下個禮拜初有機會以超強颱風嘅強度進入南海北部，下個禮拜中期靠近廣東沿岸。根據天文台9天天氣預報，下個禮拜3本港離岸高地會吹10級暴風，相當於8號或者9號信號嘅風力。嗰個擔心啊，聽講個風速都好強，咁啊早少少買定餸，早少少準備定嗰啲防災即防風措施咯。我唔擔心，因為打風都見慣㗎啦，我哋係咯，香港都比較安全，我覺得。屋企不嬲都有啲即係儲糧也好，或者係啲蔬菜啊、水果，就算成個禮拜唔出街都夠食。過往較強嘅風暴吹襲，唔少市民都想更加安全，會喺玻璃窗上面貼膠紙。有工程師就話，本港大部分樓宇都採用強化玻璃，貼膠紙可能有反效果。玻璃本身佢承受風力嘅能力好大啦，已經係你再加多一個膠紙落去咧，佢只能夠加到好輕微嘅幫助。嗰個鋼化玻璃碎嘅時候咧，佢係形成果粒嘅。咁個別嘅果粒個質量咧就唔係好大嘅啫。但係若果連咗膠紙啦，咁佢裂嘅時候咧，咁嗰個膠紙黐住晒所有嘅碎粒咧，嗰個嘅質量就會大好多咯。個對個人體嘅傷害可能係會仲大添。風雨來襲，大廈維修外牆搭起嘅棚架，唔少都曾經喺風暴中倒冧。荃灣福來村同埋附近嘅登發街有樓宇都搭咗棚。當區嘅區議員就話，已經聯絡有關部門同埋承辦商，及早做好防風措施。
都希望佢哋係做翻啲告示啦，俾翻啲公眾知道嗰邊其實做緊一啲嘅維修啦，亦都係加強翻嗰個紮實翻成個棚架，食唔食到個風力嘅話咧，都會唔會研究地將呢個棚架係如何去再裝拆、再裝卸。天文台就華加沙可能帶嚟嘅威脅，多次提早發出特別提示，話下個禮拜中期本港天氣會轉壞，風勢顯著增強，風暴潮亦都可能相當顯著，市民要留意最新嘅天氣消息同埋做好準備。2018年嘅山竹同埋2023年嘅蘇拉，政府都曾經提前預警，兩個風暴最後都帶嚟10號颶風信號。無線電視記者林俊軒報導。熱帶低氣壓米娜逐漸遠離本港，天文台朝早9點20分改發1號戒備信號。另外，熱帶氣旋華加莎預料下個星期初進入南海北部。預計華加莎咧會喺未來1、2日逐漸咁樣移近呂宋海峽㗎。咁咧喺下個星期初嘅時候會係進入南海北部。咁預計強度咧亦都會係顯著咁樣增強，有機會咧達到超強颱風嘅程度嘅。而按照現時嘅預測咧，預計華加莎會喺下個星期中期係靠近廣東沿岸嘅。咁到期時咧，香港嘅天氣咧將會係轉壞，預計會係有狂風大驟雨啦，同埋雷暴嘅。海咧亦都會有非常大浪同埋湧浪，而且風勢都係顯著咁樣增強嘅。到期時咧，預計風暴潮亦都會係相當之顯著，咁所以沿岸地區咧係有機會出現水浸。天文台上晝取消所有熱帶氣旋警告，但係另外一個風暴華加莎就已經增強為颱風。天文台預料華加莎下星期3最接近本港，有機會以超強颱風嘅強度喺本港南面近距離掠過，帶嚟嘅風暴潮有機會令到沿岸水位同天鴿山竹差唔多。熱帶氣旋米娜對本港嘅威脅解除，但係殘餘為本港多區帶嚟驟雨同埋狂風雷暴。黃色暴雨警告清晨開始生效，大約11個鐘，多區累積雨量都超過40毫米。赤鱲角更加錄得超過300毫米嘅雨量。而集結喺菲律賓馬尼拉東北偏東嘅另一個熱帶氣旋華加莎，預料喺未來1、2日移向呂宋海峽，並且顯著增強。下個禮拜初會進入南海北部，並且有機會以超強颱風嘅強度喺下個禮拜中期靠近廣東沿岸。衛星雲圖就見到華加莎嘅環流廣闊，預料佢嘅外圍下沉氣流會喺下個禮拜1同埋禮拜2影響本港，天氣酷熱。之後天氣會逐漸轉壞，華加莎禮拜3最接近本港，到時有狂風大驟雨同埋雷暴，風力達到烈風程度，離岸同埋高地更加吹11級嘅暴風，相當於8號或者9號信號。佢嘅風力預測都係比較強勁，同埋中心氣壓都會偏低。咁所以預料華加莎佢靠近廣東沿岸嘅時候，係會帶嚟一啲顯著嘅風暴潮嘅。咁如果佢係以一個超強颱風嘅強度啦，喺香港以南近距離掠過，而且係配合到最高嘅天文潮嘅時間咧，咁沿岸嘅水位係會上升得比較高嘅。咁根據而家嘅評估啦，到時候嘅水位高度係有機會同17年嘅天鴿同埋18年嘅山竹吹襲嘅時候相若嘅。翻查天文台資料，2018年山竹襲港嘅時候帶嚟嘅風暴潮，令到本港水位普遍升高超過2米。6個潮汐站當中有5個錄得破紀錄嘅風暴潮，鰂魚涌同埋大埔滘錄得嘅最高潮位分別有3.88米同埋4.71米，僅次於1962年溫黛襲港時嘅紀錄。無線電視記者林俊軒報導。天文台預告，颱風華加莎下週中期有機會以超強颱風強度逼近香港，而受風暴潮影響，到時沿岸水位可能同超強颱風天鴿以及係山竹吹襲嘅時候差唔多。高思文報導。啱啱遠離嘅米娜係今年第10個需要掛波嘅熱帶氣旋，並且打破自1946年以嚟頭9個月發出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嘅最多次數紀錄。不過颱風陸續有嚟，天文台預測另一個颱風華加莎喺未來1、2日移向呂宋海峽一帶，並且顯著增強，有機會保持超強颱風嘅強度，喺下個星期中期靠近廣東沿岸。預料受到風暴潮嘅影響，屆時沿岸嘅水位可能係同天鴿或者係山竹襲港嘅時候相若。
星期一啦，我哋其實係受住佢嘅外圍下沉氣流影響嘅，咁所以就天氣仍然係會比較酷熱少少。咁但係去到星期二三啦，隨住佢逐漸靠近廣東沿岸，咁受住佢廣闊嘅環流影響，就我哋嘅天氣係會逐漸轉壞啦。咁星期三嘅天氣都係真係會比較惡劣啲嘅，一啲狂風大驟雨啊、雷暴同埋一啲比較高少少係暴風至風程度嘅啲風。如果要相比上嚟係講，就2017年嘅天鴿或者2018年山竹，我哋都係有一個比較高少少嘅颱風。天文台提醒市民做好防風同埋防水浸嘅準備。多間航空公司，包括國泰航空同埋大灣區航空等，都因應華加沙嘅逼近，容許乘客免費更改原定下個星期二去到下個星期四出發嘅機票。而香港航空亦都預料屆時離港同埋抵港嘅航班可能受到延誤或者取消。Now TV 記者高思文報道，風暴華加莎預計下星期中逐漸靠近廣東沿岸，有機會增強至超強颱風程度。到時沿岸嘅水位可能同幾年前天鴿同山竹相若。行政長官李家超話，政府會部署應對，適時會發放信息。莊靜之報導。米娜逐漸遠離並且減弱為低壓區，但係殘餘驟雨仍然影響本港。另外，集結喺菲律賓以東嘅華加莎正係逐步移向呂宋海峽一帶。天文台預料受其外圍下沉氣流影響，下星期一天色短暫好轉同埋酷熱，但係當華加莎下星期二逐步靠近廣東沿岸，天氣會轉壞，風勢將會顯著增強。預計華加莎咧喺未來一兩日一路會移向呂宋海峽啦，同埋咧會顯著增強。到下個禮拜初入南海北部嘅時候咧，係有機會到時係達到超強颱風程度㗎。而家我哋嗰個預測咧，會喺下個禮拜中期咧係逐漸係靠近廣東沿岸。咁到時咧，香港嗰個天氣咧就會轉壞㗎啦。天文台話，華加莎靠近嘅時候有狂風大驟雨同埋雷暴，海有湧浪，風暴潮亦都會相當顯著。沿岸地區有機會出現水浸，沿岸水位可能同2017年天鴿同埋2018年山竹相若。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最新資訊，做好防風同防水浸嘅措施。有線新聞莊靜之報道。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而現時集結喺馬尼拉嘅超強颱風華加莎喺未來一兩日繼續增強，並逐漸靠近廣東沿岸。星期三天氣惡劣，吹烈風至暴風，離岸及高地可能達到颶風。由羅家晴報導。喺中環碼頭雨勢頗大，一度睇唔清維港對岸嘅尖沙咀，唔少市民都去到有蓋嘅地方暫避。不過有人仍然冒雨跑步。天文台話，受同米娜殘餘影響，本港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星期一天氣短暫好轉同埋酷熱，但係隨住超強颱風華加莎逼近，天氣星期二開始會轉差。天文台預測華加莎今明兩日移向呂宋海峽一帶並繼續加強，有機會以超強颱風強度喺本週中期靠近廣東沿岸。按照現時預測，星期三吹烈風至暴風，天氣惡劣，有狂風大驟雨同埋雷暴，海有巨浪同埋湧浪。受顯著風暴潮影響，預料屆時沿岸水位可能同超強颱風天鴿同埋山竹吹襲時相若。市民要留意最新天氣消息，同埋做好防風防水浸嘅準備。Now TV 記者羅家晴報道。